咱台湾的传统建筑除了这砖仔厝、土角厝，也有一种叫做竹竿仔厝，因为竹仔属方便起厝，是不少人会选择的建材。日本就一位这建筑史的学者，对2012年开始调查，伫咧彰化宝岛行大调查这竹竿仔厝的发展历史，要来探讨到这竹仔甲在地生活的关联。 竹仔是台湾早年真接使用的建材，像这间竹竿仔厝，过去伫宝岛满街路拢是。日本建筑史的学者奥伊阿基希多2012年开始调查宝岛竹竿仔厝的发展历史，嘛受地方团体邀请来甲民众分享伊的观察。地震に壊れにくいって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水害が起きても安いので再建がしやすいっていうことで、北斗みたいな豊かな都市でも町屋 竹で作られてた理由っていうのはそのあたり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竹跟我们北斗街的一些产业跟建筑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联。你生活在北斗的地方，能够了解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的过程这样子。 根据奥伊阿基希多的调查，过去南投竹山会甲抄落来竹仔绑做竹牌啊，因东路溪放竹仔，甲竹仔卖去宝岛。嘛因为宝岛伫溪水边，搞做大水，竹仔正做俗佮好用建材。但是竹仔厝歹保存，加上19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大家开始去红门土厝。目前伫宝岛敢若剩10外间的竹竿仔厝。宝岛吼，而且竹竿厝的发展吼，会当讲 伊就是吼较俗吼，啊，过来就是会较凉吼，会当讲这代表着宝岛过去厝的这个进展。其实每一个时代，伊拢有真重要的历史背景，迄拢是一个真好的艺术的对。 奥伊阿基希多表示，英国讲到台湾的传统建筑，大家拢会想到砖仔厝、无就是土角厝。但是竹竿仔厝过去嘛捌大量出现伫台湾。研究者希望透过记录，让众人了解台湾竹竿仔厝的建筑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